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Go 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怡华。怡姐，我昨天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啊，我觉得现在的喜宴越来越多元了，而且好像参加派对一样，喝喜酒是越来越有趣了。而说到喝喜酒叫做 sejuk，seju 就是喝喜酒的意思哦。现在到饭店里面会发现，他们真的是花样百出哎，包括了他们还有 buffet 或者是桌菜，他们的菜色都非常的澎湃，澎湃就是丰盛了。而现在饭店也越来越竞争，所以噱头真的好多。我也觉得。而说到了饭店，饭店就叫做翻店，饭店就是翻店的意思哦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就是喝喜酒的菜色都很丰盛，这句话要怎么说呢？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：食酒嘅菜都懂澎湃，食酒嘅菜都懂澎湃。今天Go Go公好发带大家一块来吃吃现在非常丰盛的喜宴。这是我们翻店的宴会厅，哇，空间很舒适哎。是啊，那seju的话只有大圆桌吗？我们也有直立式的鸡尾酒桌，让你们可以吃buffet哦。那现在就带你们来看我们seju的菜色吧，这边请，谢谢。我们翻店的菜色呢是懂澎湃，除了有这个干邑松露烧大虾，还有这个超辣的鸡翅，以及炉烤美国牛肋眼。那是合菜跟buffet都有吗？没错，那也可以依照这个客人不同的需求做客制化菜单。哇，那真的是懂澎湃。真的耶！现在去参加这个喜宴，感觉像参加派对一样，而且他们把这个菜名取得都很喜气哦，像是花开富贵、百年好合，真的耶！而且呢，我也觉得现在饭店好竞争，对不对？所以噱头也是越来越多了。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怡姐说了，现在呢喝喜酒好像参加派对一样，喝喜酒要怎么讲呢？喝喜酒就是 seju，seju 就是喝喜酒了。然后我们要说现在的菜色呢都非常的丰盛，丰盛就叫做澎湃，丰盛就是澎湃。还有敏华刚刚提到了饭店很竞争饭店就叫做翻店，翻店就是饭店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是喝喜酒的菜色都很丰盛，这句话要怎么说呢？这句话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食酒嘅菜都懂澎湃，食酒嘅菜都懂澎湃。今天Go Go公好发带大家见识了一下现在饭店竞争之激烈哦，我们下次见。